是对我们的生命不能发光。我们是一种常见的生命，这是非常常见的。是人下午3點半，因意之聲力珠下，睇清流行，見之不遠。摩根大通嘅通知流行，星期一至五上午10點2，82台 TVB 台。廚師嘅責任係將每一道食材嘅特性去提高，呢個係我自己個理念。廚壇魔術師每道菜都有獨特故事。有一個客人咧，佢60週年啦，金婚紀念，當佢諗咗道菜咧，就係鹹魚豆菜，因為見魚嗰個質地咧同叉燒個肥豬肉嗰質地咧好似嘅，好似一種食餐嘅感覺。連住我好似九十嘅美食新聞報導，今晚8點82台 TVB Plus。全城體育運動員各項運動為你一一介紹。香港賽馬會特約運動大本營，星期日無線新聞台。開心嘅時刻，2012年造成39人死亡嘅南丫海峽死因庭展開聆訊。特政司會盡照92個證人，引述觸發66份證據，亦都將會檢視13個相冊。其中一個證人係海南中幸團長，亦都係遇難者家屬顧永權。佢將會喺星期四作供，審訊不涉陪審團。死因裁判官周慧珠話：今次聆訊目的係事實調查還原真相。喺呢個電訊宣讀咗多份證人供詞，包括南丫4號船長周志偉喺供詞交代事發經過。案發喺2012年10月7號，南丫4號載住港燈員工同家屬出海看煙花，俾港島小輪海泰號撞到之後沉沒，39個人罹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喺意大利海南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活動。陳茂波出席年會嘅開幕儀式，並且喺業務會議發言，話當前單邊主義同保護主義嚴重干擾世界經濟同貿易秩序，成員將需要加強合作，期待亞開行堅持核心原則，持續支持有實際需要嘅項目，推動更加包容嘅區域發展。陳茂波強調喺國兩制下，香港將繼續保持自由港地位，以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樂意分享創新融資模式嘅經驗。陳茂波仲出席咗理事午餐會同晚宴，同其他成員就區域發展等議題交流意見。德國聯盟黨同社民黨簽署聯合執政協議，聯盟黨默示有望最快今日出任總理。佢認為德國會為歐洲作出重大貢獻。有言話中德關係同應對關稅戰等都係新政府焦點所在。喺2月勝出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由邊民盟同邊社民組成嘅聯盟黨，星期一喺首都柏林同社民黨簽署聯合執政協議。聯盟黨領袖默示有望喺星期二接替社民黨嘅索爾茨獲國會推舉為德國總理。默示話德國正係處於唔穩定同動盪嘅時代，執政聯盟有決心透過改革同投資，加強基建發展，驅動國家邁進。Ein großer Teil Europa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llgemein, sie warten auf uns, dass wir wieder einen kraftvollen Beitrag zum Gelingen des europäischen Projektes leisten. 社民黨聯合領導人克林拜爾就